谢候选人组长给候选这一次机会，在上面学习。那中庸这部经典，当然对候选来讲，或者会觉得它是一个就是蛮深的一部经典，所以在这边只能稍微跟各位前贤讲一下自己的浅见。那或许要跟各位前贤分享的是刚刚李任所讲的第11章，子曰：“素以行怪，后世数焉，无弗为之。君子行敦道而且半违背，无能益矣。君子一物中庸，顿是不见之而不为，为圣人能之。”其他会用来例讲嘛，因为大家这个领理有人讲着讲，咱来福堂有3000万，绝对爱袂使甲放弃。第一个就是啥？袂使离开佛堂啊，袂使离开善知识。最后一个就是啥？袂使离开经典。会使想一下，啥袂使离开经典？经典对咱来讲到底有啥物意义甲作用？咱今仔看读的这个中庸，经典就是安怎？咱袂求道之前，大家拢会甲咱问讲，你知不知道？这是大家常咧问的。咱求道了后，咱已经知道出来的第一步是啥物？咱要来修道、行道。经典呢，就是拄仔提供一个，咱会使参考去印证的一个文书资料。咱会使伫经典当中去印证道是啥物，嘛会使伫经典当中来了解，咱要来学道修道。后项的就以第11章甲咱分享。伊安尼甲咱讲孔子伊即段后项的浅见，就是讲伊甲咱讲3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就是啥？素以行怪，后世数焉，无弗为之矣。其咱个求道之前，咱所重视、所追求的就是外口的形形色色的物件。这物件是安怎？咱拢做假的，但是孔子伊甲咱讲啥？迄是伊袂去做。这个是第一个赞许。第二个赞许呢，就是咱求道了，咱安怎？咱爱遵道义。伫咧修道学道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咱会拄着啥物问题？有些人安怎半途而废，所以而且咧孔子伊特别甲咱讲，特别甲咱强调，咱袂使安怎半途而废。伊这个伊袂去做，这个是第二个赞许的部分。第三个赞许呢，就是啥物？君主。第二个赞许就是君主的赞许。第三个赞许，伊讲的是啥？信教。君主如何中庸？遵循中庸之道呢？但是你安尼咧做，执行了后，别人毋知，伊袂感觉后悔，因为咱修道学道是咧修咱家己自己的，毋是修互别人学了互别人来看。所以呢，当咱达到这个境界，咱有执行了后，袂去注重讲别人到底发现咱敢有执行，别人敢有注意到咱，你袂去管他，别人毋知你袂安怎，袂来学会。这个时阵呢，你达到的层次就是啥？信下的一个层次。最后呢，就伊领头头甲咱讲的一句话，甲咱做结论就是安怎？咱安怎袂使离开经典，就是爱安怎？咱爱经典生活化，经典爱来安怎融入咱的生活当中。咱的生活呢爱经典化。咱读的这个经典，毋是甲读，爱尽量去甲转化，看咱生活当中怎样去甲运用，甚至呢，对于咱的内心的修持，伊安怎，互咱有一个依循，一个道路会使去走。最后就以这两部经典生活化、生活经典化，甲咱大家共勉。以上是这样。建议好来来，好啦吼，咱是毋是去讲来好啦？咱发现吼，因为呢，遮有年轻呢，那么对道伊的认识，会使讲建立非常的深，因为咱借重了经典，了解着现象，那么由着这个现象的内底，咱们了解伊的重点，就对起了。到最终呢，就是要互咱人生
识了解这个体育。那么这个体育毋是用于当量而已，咱要哪家用于错的，就是讲伊这个人道要哪会当真正达到完